前文就提到喺新墨西哥州羅茲威爾嘅飛碟墜毀個案，飛碟殘骸咧就揾到啦，但係咧呢個飛碟咧其實有冇人去駕駛嘅咧？時間去到1980年，作者 Charles Burdick 同 William Moore 就出版咗本書，叫做《The Roswell Incident》。裏邊除咗轉述 Stanton Friedman 喺1978年嘅調查之外，仲有 William Moore 佢自己去到羅茲威爾所做嘅一啲訪問。其中被訪問嘅人就包括 Ron Maltis 兩夫婦，佢哋係轉述咗一個朋友班尼班尼嘅一段經歷。呢個班尼班尼自任職喺聯邦政府嘅一個土木工程師，專門負責做土壤保護嘅工作。喺當年1947年7月3日，佢去咗聖 Augustine 平原嗰度做嘢。嗰日朝早，佢就留意到喺平原嘅沙漠地區嗰度出現咗一樣閃閃發光嘅嘢。最初佢懷疑係有飛機喺嗰度墜毀，但當佢走埋去嘅時候，佢就發覺嗰樣並唔係飛機，而係一樣大約30尺直徑左右嘅圓形碟狀物體。當時在場嘅仲有一班來自賓夕凡尼亞大學嘅考古團隊，當時佢哋咁啱就喺附近做緊考古嘅工作。佢哋從來都冇見過一樣咁嘅嘢，所以都俾眼前呢個景象嚇親。呢件碟狀嘅物件或者叫碟狀嘅機器，顏色就好似不鏽鋼，佢嘅狀態就好似裂開咗或者斷開咗咁樣，應該就因為爆炸或者撞擊所造成。最重要係佢喺飛碟嘅外邊同埋飛碟嘅入邊都有見到幾具屍體。呢幾具人形嘅屍體身形都好細小，就好似人類嘅小朋友咁。但係按照翻個比例，佢哋嘅頭部就顯得好大。佢哋係冇頭髮嘅，嗰對眼咧就細細，但係分得好開。佢哋着住件灰色嘅緊身衫，但係衫上邊咧係冇任何嘅拉鏈或者紐扣嘅，所以唔知佢哋點着上身。當佢同其他人想走近啲去睇嘅時候，軍方嘅人已經到埗。軍隊嘅人將佢哋拉開咗，並且將佢哋趕走咗。事後軍隊嘅人仲溫馨提示佢哋，叫佢哋千祈唔好同人講今日所發生嘅任何事。所以佢喺1950年，即係事隔3年之後，先同翻 Maltis 夫婦講翻呢件事。可惜佢本人已經係1969去世，所以 Stanton Friedman 訪問嘅時候，佢已經一早唔喺度啦。雖然係死無對證，但根據佢嘅證供，即係話之前 Matt Basil 嘅牧場並唔係第一個撞擊現場，應該係個飛碟飛過去牧場嘅時候已經出現問題，所以咁多碎片跌咗落嚟，而最後尾撞擊嘅地方就係 St. Augustine。除咗班尼嘅古仔之外，喺1989年有一個叫做 Glenn Dennis 嘅人亦都分享咗佢嘅經歷。佢聲稱自己喺1947年嘅時候就喺羅茲威爾嗰度做一個殯葬從業員。就喺7月初嘅時候，佢就話自己有收到過喺軍方打嚟嘅電話，軍方人就問佢有冇小童 size 嘅棺材，同埋問佢一啲保存屍體嘅方法。除此之外，佢亦都話自己曾經接觸過一個喺軍方醫院裏邊做嘅護士。佢俾咗個假名俾呢個護士，就話佢哋叫做 Naomi Shelf。佢又聲稱呢個護士係曾經有見過外星人屍體，亦都親眼目擊過解剖外星人嘅過程。佢就話佢哋嘅外形咧就好矮小，大約咧就只有4尺高左右。佢哋咧就好瘦嘅，但係個頭咧就好大。佢哋係光頭冇頭髮，而眼睛咧就好大，同埋佢哋係冇牙，同埋係冇外耳。佢哋耳仔只係得2個耳窿嘅啫。仲有一點咧，就係佢話佢哋嘅骨骼咧並唔係好似人類咁係硬骨，而係好似一啲比較堅硬嘅軟骨組織。佢又聲稱自己有見過3具遺體，其中有2具遺體咧已經嚴重腐爛，並且發出臭味。只有1具遺體咧個情況係比較完好嘅啫。呢2個人對於外星人外觀嘅描述基本上都有80%相似，而後世對於小灰人呢種眼大大外星人嘅印象都係由呢度啟發出嚟㗎啦。